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Lo du zo ga de de nga la cue na ge hu qian bo de. Nga zo zang ba bo dong du ni zhuo an de nyang zi nyong. Lo du zo nga ji xie ri ge lo gong jian ne. De ring ge nu den zuo la lo yu xie xie. 多个嘎的没差。我的舞台下。我6岁的时候，父母亲为了造就一个真正的小新凤霞，让我正式拜师学艺。师傅是一位身高近2米的黑脸大汉，往我面前一站，像一堵墙。双双鞠躬叫师傅，以后每星期跟着师傅练3次毯子功。母亲一反平常对我溺爱娇宠的态度，绷着脸对我说。于是我的舞台从床上转移到了铺着练功毯的院子里，全家人都惊讶地发现，我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公主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狠劲儿。6岁的小女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块生面团儿，翻过来周过去，立起来横过去，抻拉压拽，为所欲为。奶奶看不过我被整得满脸的泪水和汗水，每次都目不忍视地躲到里屋。我自己倒从没叫过苦，喊过疼，让观众看我哭哭啼啼的演戏像什么话呀？我用老主线的，他们新凤霞穷穷些先生姐姐，我用你是给给点的酒，给给呢如果没你人别，东那边就没多钱些人，你的你弄那穷的是等着，阿米我啦，双双跟的是给给是别，继续然后人了，给给都娘的。连在天生落些，南就我用基隆的动物，南就当杜比，我哪说的那些？今年你家的的满城的沙的电源让过的你不是，全公布呀这些的，南就基隆的小鱼工作穷穷，公年先手点这些吧没错没，老主先别把我穷穷个年轻点别离碰的，我那多的就老弄呢。成功是当着我了，哈路之路，人这玩当，马伢娃，天吧，中吧，天吧当，军天所真的公的些程度，莫为也俺用的得了我都没知道，每次给我打麻将不啦，南用恐怕农年比你的，俺让你去一年干送东那送是些嘛用，但么话啦，让你我现在在检查的些就并没事。个人的拉蒂查姐，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溺爱、基隆、抗议、蘑菇、双双鞠躬叫师傅，以后每星期跟着师傅练3次毯子功。母亲一反平常对我溺爱娇宠的态度，绷着脸对我说。双双，跟的是，给给是别，继续然后人啦，给给都娘的，连在天生落些，南边俺入基隆的动物，南边当杜比，我哪说的那些？但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溺爱，溺爱是描述过分宠爱、过分骄纵、喜爱的状态。基隆西巴呢，想不当吉他抓笔的。抗议，抗议就是表达对某人、某国、某单位的言论、行为或措施表示强烈反对的意思。我国西巴呢，没当家考，离空公司个西巴当，主把说了，我当内蒙弄笔的。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新凤霞凭据青衣、花旦，籍贯江苏，约20世纪20年代生于苏州，由人贩卖到天津。
童年时期随姐姐杨金香学习京剧，13岁拜王先坊、邓彦辰、张福堂等学习评剧，15岁即开始担任主演。这一时期，新凤霞主演了《乌龙院》《女侠红蝴蝶》《可怜的秋香》《双婚配》《三笑点秋香》等剧目，在天津、上海、济南深受观众的好评。1949年北京解放后，新凤霞来到北京，组织了北京凤鸣剧社，担任主演。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任演员、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溺爱、基隆、抗议。我姑、双双鞠躬叫师傅，以后每星期跟着师傅练3次毯子功。母亲一反平常对我溺爱娇宠的态度，绷着脸对我说：双双，跟的是给给是比，继续让口热啦。给给都娘的，连在天什么东西，南街俺们基隆的动物，南街东渡边，我哪说的那些？老朱错，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老朱做，我个家一弄，基隆西边他你的更是。B. 溺爱。连地所。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菜奴的用下金的啊。我6岁的时候，父母亲为了造就一个真正的小新凤霞，让我正式拜师学艺。师傅是一位身高近2米的黑脸大汉，往我面前一站，像一堵墙。双双鞠躬叫师傅，以后每星期跟着师傅练3次毯子功。母亲一反平常对我溺爱娇宠的态度，绷着脸对我说。于是，我的舞台从床上转移到了铺着练功毯的院子里。全家人都惊讶地发现，我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公主，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狠劲儿。6岁的小女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块生面团，翻过来、周过去、立起来、横过去，抻、拉、压、拽，为所欲为。奶奶看不过我被整得满脸的泪水和汗水，每次都目不忍视地躲到里屋。我自己倒从没叫过苦，喊过疼，让观众看我哭哭啼啼的演戏，像什么话呀？老朱错，带领个老者参的人就建议，打出马demo。周波次我个前年按住兰扎西些呢，俺去连前都去拿，连些将能把些连比过个月。